屏东科技大学这校园内底是会当骑奥多拜的，不过今年10月煞是少数发生2件学生的死亡车祸。即阵煞有这龙洞狗嘛造成车祸，亲像在自狗的时阵，就有一个学生骑车，向有一只乌狗撞出来，害伊袂互动累残。校方是表示讲，会赶紧通报处理这寡龙洞狗。屏东科技大学的查某学生奥多拜晕晕啊骑，煞向有一只乌狗对边仔撞出来，弄着前脸。学生袂负反应刹车，规个人趴伫咧涂骹爬袂起来。甲在边仔公车速度无紧，若无后果恶实伤。这段画面打开伫网络，有不少学生讲，学校确实有不少龙洞犬，无捌看过有人摕物件来吃。大概在学生餐厅那边吧。哦，那里会有一些狗。那个狗是有人会喂养吗？还是？就是有些学生如果路过的话，就偶尔就喂它一点东西吃。进来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只有米白色那一只比较会常出现，然后黑色那一只的话就比较少出现。但是出车祸里影片那一只应该是就是之前看到那一只黑色的。受伤学生送病院治疗了后，家在敢若刺伤，因为10月少数发生2件学生骑车死亡车祸。学校对学生的交通安全真重视，不过即摆说连龙洞犬嘛正做车祸的因素。学生认为学校爱负起责任。校方表示，屏科大无设校犬，校方内底拢是龙洞犬，除了呼吁师生莫被饲狗以外，卖加强通报机制。如果发现游荡的犬猫哈，在校园里头，赶快通知我们学校的总务处或者是校安中心，那我们会做人道的驱离，那或者是我们会赶快去联系我们屏东县政府的动保的相关单位来做一个这个协处。学生表示，餐厅食食济，狗仔定拄走来遮等人吃，亲像这只白色的龙洞犬都接出现伫餐厅。校方强调，校园的猫狗若是无妨害到师生，会带去拔掉，有危险性的，就会通报动保单位来处理。学生若是发现有猫仔狗仔乱骚，拢会当随通报学校来处理。记者柯斌在柯家族柯朝阳屏东采访报道。